目前規範有關非法工作行為嘅法律法規，主要係實施咗超過20年嘅禁止非法工作規章，以及生效16年嘅聘用外地僱員法。而隨住經濟社會嘅發展同埋變化，呢一套嘅制度明顯滯後。近年又出現咗唔少嘅非法拍攝、非法化妝等隱蔽性較強、流動性較大嘅非法工作。而除此之外，有一啲嘅外地人亦都濫用咗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嘅例外情況，聲稱係提供技術指導、文化交流、藝術活動入境，但實際上係從事商業嘅約拍啦、化妝，甚至係會展，影響範疇甚廣。而另一方面，社會亦有聲音指禁止非法工作規章嘅例外情況缺乏清晰嘅界定，例如係有學術界反映有外地嘅學者咧係擔心因為參與論文嘅答辯咧而被處罰。目前處罰聘用及從事黑工嘅成本低、阻嚇力不足。為咗維護本地居民嘅就業權益以及保障守法企業嘅公平競爭環境，請問當局是否有計劃全面檢討並提高聘用黑工及外僱過職過界嘅罰則？當局會否引入科技嘅手段，極速核查身份，並同步構建更便捷嘅智慧舉報平台，提升打擊嘅力度，以全方位提升打擊非法工作嘅效率？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打擊非法工作，勞工事務局設有多渠道舉報機制，積極研究構建電子舉報平台，提高罰則，以加強聘用非法工作僱主嘅阻嚇力度等等嘅問題。特區政府都係會認真聆聽，並且會結合本澳嘅實際情況作出審慎嘅考慮。咁關於核實身份方面啦，本局咧現時係積極咁研究緊發展呢個警務手機嘅查證同埋讀證嘅功能啦，咁快速咁透過系統去完成查證工作，進一步加快身份核查嘅效率。針對現時網絡嘅一啲嘅招聘嘅手段呢，對於呢方面新興嘅呢一種咁樣嘅黑工嘅招募嘅方式，其實而家打擊嘅成效會係點樣呢？將來嚟講，會唔會透過進一步嘅方法，包括咗喺處罰方面，能夠去研究啲方法咧，從而能夠可以避免呢方面嘅情況？警方或者勞工部門，你哋持續係有一啲計劃去巡查啦，去監察住一啲即係非法工作情況。但係我哋而家係希望從政府可能真係一個上層整體政策上面去檢討，我哋前線人員做得咁辛苦，而家俾到佢哋嘅支援，俾到佢哋嘅人手巡查嘅方法，以至最後個罰則有冇阻嚇力？係咪真係幫到我哋人員做完呢啲嘢之後，達到一個效果？我哋希望喺澳門，你正正規規請人，尤其是係保障本地居民嘅優先就業。梁孫旭講到嘅，有冇更好嘅一啲方法協助執法人員去識別到，或者喺執法嘅過程入邊更加好去做？包括我哋過往建議，你演藝啊、會展好多呢啲嘅，你咪要求企業通常嗰啲公司，你發一啲識別證俾佢。我睇得到佢係有識別證嘅，就合法工作身份啦，起碼即係呢度去做。關於打擊方式方面呢，我哋一直都係持續咁執行打擊嘅工作嘅。咁只係咧執法嘅模式咧，同一般固定場所嘅執法有啲唔同嘅。咁我哋都會動態咁調整策略啦，都會根據最新嘅形勢啦、舉報嘅情報同埋市場變化啦，咁及時優化我哋巡查同埋打擊嘅部署嘅。咁我哋現時咧亦都會採取一啲流動嘅巡查啦、打擊執法啦、重點時段抽檢嘅彈性執法策略咧，隨時調整我哋巡查嘅地點同埋時間嘅。咁亦都會針對一啲熱門嘅地點啦，加強唔定期嘅突擊。咁頭先咧，都有議員關心到啦，我哋有幾多嗰個勞工局嘅同事去進行一啲非法巡查工作，我喺度提供翻啲數據啊。咁其實咧，我哋係有19名嘅同事去進行一啲巡查同埋執法嘅工作嘅。咁頭先咧，亦都有議員關注到我哋有冇得同業界去溝通啊？例如佢哋進行幫一啲識別證喺個身嗰度，以方便我哋執法啦。其實喺上一年啦，同埋今年年初啦，我哋同跨部門啦舉辦咗2場針對一啲大型演出嘅，例如會展業嘅一啲業界代表咧，我哋都進行咗2場專門嘅一個講解會啦。裡面亦都向業界咧推廣咗一啲呢一種嘅方式啦。咁我哋後期嘅巡查情況裡面咧，亦都有見到咧業界嘅都有採取我哋呢一啲嘅建議啦。